喺 show 前可以憑取票編碼同密碼或取票二維碼到自助服務站拎飛。想知道邊度有自助服務站，可以上去呢個網址睇詳細地址。依家就同小編一齊沉浸式入場啦！由啟德站 D 出口出發，步行大概10分鐘就會去到啟德體育園嘅主場館，途中會見到屬於主場館嘅粉紫色指示牌。沿住車站廣場一直向前行，就會見到啟德體藝館喺你左手邊。沿住啟德體藝館繼續向前行，就會見到有好大個 video wall 嘅啟德零售館2號，就可以轉咗穿過去體育大道。啟德體育大道旁邊嘅樹都裝咗燈飾，夜晚6至11點會有燈光效果，係一個好靚嘅打卡位。啟德零售館設有好多餐廳，大家可以提早過嚟，食完飯再入場睇 show。行到啟德體育大道嘅盡頭，就會見到主場館啦。終於嚟到有5萬座位嘅主場館，一定要影張相留念下。夜晚仲會配合節目，有唔同嘅燈光效果。由啟德站行過嚟，第一個見到嘅就係 F 閘。主場館出入口主要分為南北兩邊，近啟德站嘅係北翼，而宋皇臺站就近南翼。如果想知自己應該喺邊個閘入場嘅話，就可以留意返門票上面嘅閘口信息。入場之前要先經過安全篩查，安檢人員會檢查觀眾嘅隨身物品。大家可以跟隨啟德體育園嘅建議，提前到達同埋只攜帶必要嘅個人物品入場。入場嘅時候記得準備好門票，場內會有指示牌指導大家前往唔同樓層嘅座位。場館2樓設有45米長酒吧 The Champion， 係全亞洲運動場內最長嘅酒吧。除咗可以食下嘢、飲返杯之外，仲可以過嚟打下卡。係時候入場啦，好壯觀嘅場地啊！等我都揾返自己個位先。開 show 啦 ，Enjoy！想知道啟德主場館嘅最新資訊，可以密切留意啟德體育園嘅社交平台同網站。前往啟德主場館，除咗由啟德站出發，仲可以喺宋皇臺站 D 出口步行過去，途經啟悅苑同啟德青年運動場，直行上西橋就會行到主場館嘅 D 閘。另外，鄰近亦都有唔少巴士同專線小巴站。至於內地同澳門嘅觀眾，就可以直接乘搭跨境直通巴士來往兩地。永東巴士上落客區設於近 H 閘口嘅地面 G 樓，經扶手電梯去到 G 樓就可以上落車。而永東巴士車飛已經喺cityline.com 有售，歡迎預訂。